继续来看最近这几天在中部的空气拢真歹，昨早起包括彰化、云林、嘉义的7个7站，拢是红色警示，有过到拜三过才有可能改善。对空气品质监测网看到，中部对原本的感觉色提醒，情是暗色地势愈来愈深。到透早转做对所有族群有害红色的警示，其中彰化大城这个空扑比例 PM2.5 1小时的浓度，一直到早起7点，拢达到每立方公尺82微克，虽然是慢慢下降。环境部指出，这是受境外污染抑个扩散条件变坏所造成的。我们台湾海峡外围整个PM2.5浓度都很高，气象条件不好。这些因素造成的空品比较不好。早起10点，彰化大城、梨林、云林大溪、麦寮、仑背、甲嘉义埔子、新港依然是红色警示，所有族群应该减少伫户外来活动。环境部讲，有过对拜一上班即天到正月初9，空气品质恐惊无都恢复到普通的情形。彰化到云林这一带，应该都顶多会稍微好到橘色提醒等级，但是不会好到很好。因中国北方地区拜六也受到沙尘暴侵袭，强风带入这个土沙，能见度真低，北京街路上拢是铺黄。另外，天顶的天顶也拢雾，铁路交通直接受到影响。又过年假期即要结束啊，当局加强因应处理，缩短旅客在站台上的等候时间，同时做好设备设施的巡视。遇到大风造成的轻浮物入侵线路，第一时间进行处置。不过，中国离1的沙尘暴并无直接影响到台湾。环境部讲，中部离这波红海部分是福建浙江沿海污染物散入来，所以讲就连金门马祖早起也是来到对敏感族群有害感觉色提醒。记者综合报道。